好啊。好爽诶，你底下迄嘛个么？一个卡带呢？嘿，来看，哎呀，准快卢黑屯，林神雄有关。神雄，也卡带，我2024年，嘿97哦，也系97年呢。 1997啦。系1997。啊，没有，你是西，我上次年的。你多岁啊？我1989的，上次4岁。哇！嘿，所以系啊。哦，啊呀个系高管乐队的。高管乐队。艾登就来冲山歌。嘿。一个咩系卡带的时期。系啊。啊，到后来录《菊花夜行军》。嘿，就发一行拳。一个有唔睇地杯错嘛？叫发一行拳一种地杯有矮。啊，不过一开始唔拢会有安尼的卡带，唔万岁路睇弹客家歌哦。哦，一个韩式时间嘛系弹安尼个华语嘅流行歌个多啦，但是因为我睇面农台嘛，睇面农读书，我时间我除咗介绍那两度介绍，睇两度中啊，其实我感觉佢神奇嘅系讲啊，人生我出世时节其实面农嘅泛水区运通啊，吼，已经行到尾声嘅啦，已经都尾声了。但是其实因为面农泛水区一件事情行出来嘅，不管係神上嘅运通嘅音乐，亦係講啊面農嘅沙期嘅行通吼，嗰度後生嘅文青吼，运动青年，回到面農去做一件事情。啊，个都系加下嘅运动歌曲嘛，吼。嘿，伊是个运动歌曲，伊是个我拿是非常的印象个深啊。伊先生甲讲啊，一个卡带啊吼，明年发一张啊，要买唔追啊。我以为你啊。我买唔追啊，讲存骨大啦，存骨大就明年小朋友他敢拿转去哦。其实拿转去，其实我哋顶创题好讲拿到一种东西嘛。但是我冇想通啊，真是拿出来烫。冇想到啊，一烫，啥讲啊？阿喵，一个山歌啊，吼，用刚才过去烫过的冇相同。哦。一条前个传统的山歌，就安尼个平板一种。后背呢，迄个现代嘅音乐，底部有吉他啊，有 bass， 有一种更现代的编曲的形式。底部写嘅歌词嘅内容，虽然可能唔係個啲也個意義啲講嘛嘅東西啦吼，但係也個編曲係彈到幾好啊。所以我意思就係貴重嘅卡帶，每一條歌我做在第一條，從到最尾一條，唔是看歌詞。因為我馬寫唱咯。我就會明日早上條去叫阿茶去學校圖書，差唔多要去20分鐘。去過去拄好前面係 A 面衝起來，下晝變好攰到我卡時間，背面衝起來。